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大家拢认为咱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情味，因为台湾有善良的老百姓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善思恩善第7条。善就是好的意思，好代志咱讲是善事，爱有好心，咱讲是善心。好意就是善意，若是保持好的想法，做好的代志就是善。人讲善恶将有报，嘛有人讲到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唔是无报，是时机未到，就是苦劝人讲唔通做歹代志。另外，咱台湾各地头嘛有真侪有动真心做好代慈善团体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劝善，意思就是苦劝人爱做好代志，爱行善。第二个词读做善男信女，这个意思就是有信仰佛道的善心男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庙香火真旺，有真侪善男信女，唔但是在地信仰中心，更较重要的是有劝善的目的，苦劝人就爱向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善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